在流行歌曲的历史上，写母亲的歌非常多，歌颂母爱的歌很多很多，但是写父亲的歌相较之下好像比较少一些。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挑了几首写父亲的歌要唱给你听，而且都是台语歌。第一首，我们邀请到许富凯演唱2000年原来是蔡琴演唱的这首歌《老 Q 婆》。淅淅洒洒，放着怀念的歌声，洗来洗去，犹原是一张刻盘。伊在唱歌，阮在心茫茫。少年时的黑白电影，一出一出搁在心内停播，三更暝半。经过的脚踏车声，想起伊甲阮讲起的心声。心爱的囝，迷人的刻盘哪运命？洗来洗去，雨摆拢有歌声。一刻一刻甲继续听，阿爸予阮的。老刻盘，命运的无干若去行，就知伊世知伊变化。一刻一刻甲继续听，偌济是注定谁知影？一路拢有好歌好听，是真正。淅淅洒洒，放着怀念的歌声，洗来洗去，犹原是一张刻盘。伊在唱歌，阮在心茫茫。少年时的黑白电影，一出一出搁在心内停播，三更暝半。经过的脚踏车声，想起伊甲阮讲起的心声。心爱的囝，迷人的刻盘哪运命？洗来洗去，雨摆拢有歌声。一刻一刻甲继续听，阿爸予阮的。老刻盘，命运的无干若去行，就知伊世知伊变化。一刻一刻甲继续听，偌济是注定谁知影？一路拢有好歌好听，是真正。一刻一刻甲继续听，阿爸予阮的老刻盘。命运的无干若去行，就知伊世知伊变化。一刻一刻甲继续听，偌济是注定谁知影？一路拢有好歌好听，是真正。
们谢谢许富凯演唱的《老 Q 博》，欢迎许富凯。谢谢马芳老师，大家好，我是许富凯。不管是台语歌、国语歌、英文歌，写母亲的歌非常多，是歌颂母爱的歌非常多。对，相较之下，写父亲的歌比例上真的比较少。比较少，因为传统台湾的那种对心态，所以可能跟父亲就是比较没有办法这么的贴近。啊那反而跟妈妈，像我跟妈妈也是比较有话聊的。是是，对一般来说是这样。是就母女关系通常有可能比较紧张，父子关系有可能比较麻烦。没错，今天挑的几首歌都有特别的意义哦，像我们先从这个时光隧道的角度来回溯一下。你看老 Q 博，你看现场就有这张老 Q 博当年收录那首歌的原始的对黑胶唱片。我的制作单位当时跟我讲歌单的时候，我看到老 Keep 我有吓到因为这个是我小时候在学唱歌的时候其中的一首歌哦。对，所以当选到这一首歌，又想到我小时候在练歌的一些情景。是富凯跟你的父亲的关系，因为你的歌唱事业跟父亲的期待有很深的关系。我爸爸刚讲到他是严父，所以他自己觉得说，不管要做任何事情，就是把它做到最好，做到最精。学校功课他也会一定要你写完，但是呢，他把练歌这件事看得比学校功课还要大。是，那也是功课啊。对，所以他规定我就是每天下课回家一定要练2个小时的歌，每天2个小时。每天2个小时。那2个小时你都在做什么？怎么个练法？家里有卡拉 OK 机，那以前是那种大卡那个叫什么？匣式带。对，然后呢，每一个卡带里面会有一首歌，那个是从老师那边录回来的。那老师就是指定你这个礼拜呢，就是要学这一首歌，那你回来每天就是要一直练这一首。所以每个礼拜有1首歌的作业。对，要每天2个小时反复唱同一首歌。唱同一首歌，不仅唱歌，还要练那个呼吸、肺活量。是。以前你会觉得说，为什么我要这样子？每天都有这些事情要做那你现在反而踏入了歌坛之后，真的你再往回看，你会觉得你很谢谢当时他这样子的紧迫盯人。对，下面这首歌原唱原版就在这里，这是一卷1992年的录音带。是，这张你一定听过吧？我听过，像高碧，这是学台语歌入门一定要学的歌曲，很重要的一张专辑。对，很重要的专辑，而且里面有好几首歌都很红。是，比如说《天改中午兄为喜》，这个也是。对，爸爸亲像山。爸爸亲像山就是接下来你要演唱的歌。是这首歌啊，这个阵容厉害了作曲人是吴家祥老师，作词人是吴念真导演。舞蹈。吴念真舞蹈的台语歌词那是没话说的，他写了很多厉害的台语词但这首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，因为他写爸爸，写的就是那种很典型的严父型的老一辈的不善言辞的压抑的爸爸。这个父亲他可以是写舞蹈自己的斗桑，对，也可以是写给杨宗宪的父亲，对，杨老板，对，杨老板，他一定也是一个那种严父型的人。是所以舞蹈他在这里面有写一段话很有趣，他说他在家里漆油漆的时候，一直反复的听这首歌，听了10多遍，越听越感动，甚至有点想流泪。也许是自己的中年心境，不过除了曲之外，我觉得最成功的部分是阿宪抓住他懂的感情吧。所以你看，阿宪也懂这种心情因为他们可能都能够体会那种斗嗓的那一种压抑，然后父子之间的感觉。对。那今天富凯唱这首歌，你要把你自己的人生经历投射到这个版本里面来。会，我会把它加进来，把一些小时候的一些场景，放在这首歌里面。非常非常期待，我们来听听许富凯演唱这首《爸爸亲像山》。像山，看伊拢着抬头看，大风大雨拢不惊，永远远远徛伫遐。大汉爸爸亲像山，总是
点点无出声，想要亲近甲我，不知伊的心内在想啥。今天难得邀请到许富凯，所以我们的歌单当然不能放过他，一定要挑最经典的歌。谢谢。对，所以接下来要挑战二姐的歌哈。接下来要唱这一首歌呢，是我在荧幕前，第一次唱。哦。然后为了这个节目，我特别去学了这一首。啊。对，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喜欢二姐的歌，对，嗯所以很开心又多学了一首歌了。说到二姐将会演唱的歌。我觉得有另外一首可以跟这首拿出来做一个对照组，是哦，都是写这个亲子的关系的歌，有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叫做《落雨声》，我相信大家都很喜欢这首歌。对，你干脆唱2句，我们温习一下，可以吧？可以啊。你若要有好时段，不免等雨夜。世间有啊无少的囡仔，上好命，唔通等成功要来吃。阿母大，阿母啊，已经无伫遐。哎，这个真的是，谢谢。不需要地表最强大乐队，你也可以一个人撑全场哦。但这首歌你看，这个叙事角度非常有意思，因为它是母亲的话，是母亲跟孩子说：“你不要想说你发达了才把我接去住，我们能相处的时间其实是有限的。”你应该知道这首歌是谁的歌吧？知道。当时的创作者，曲呢是周杰伦大哥，然后。那个词是方文山老师，没错没错，方文山跟周杰伦这对黄金搭档太厉害了。当年才刚刚在这个圈子里面崭露头角的时候，就替二姐写了这首歌，对，蛮有趣的。因为方文山写台语歌的数量不是那么多，是哦，所以他的语言的那个语感跟他写国语歌非常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对，而且好成功的一首歌，非常厉害的一首歌哦。那接下来富凯要挑战的，跟我们的最强大乐队要合作的歌，是二姐她在目前为止的最后一张专辑里面的作品哦。对，这首歌也同样是我们比较听习惯她写的国语歌，难得听到她会创作一首台语歌。是，这个创作人是谁呢？吴青峰先生。讲到这首歌啊，立功而为，立功而为，清风写这个歌，其实也是他人生中的一个痛。就是写他的父亲，你知道清风的父亲，比较早离开，然后他们父子关系有很长的时间是比较疏离的，对，就是彼此心里都知道是在乎的，是，但是父子之间有一种很玄妙的状态，就是都不会讲出来，
是到最后父亲在病床上呢，也还是说不完全，就那个压抑一直压抑到很后来所以后来青峰决定把歌写出来，所以他后来写了一首国语歌叫《小时候》。OK， 那个歌是歌迷听了都会哭的后来，他又写了这首歌，是父亲离开之后，他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心情，写下这样的歌。我们知道青峰他是中文系的嘛，对所以他写歌词有他的讲究，是，所以他这首歌的词啊，那个用字非常的细致。学会了这首歌，然后认真去解读这一首歌，我觉得真的有时候任何事情都要活在当下，然后爱一定要说出来。真的，爱一定要说出来。对，其实我们讲那个亲子关系紧张的时候，有时候就不要靠讲的，你下次看到爸爸或看到妈妈，就给他抱一下了。哈，我可能还要再调试一下嘞。对啊，因为我爸最近都学会用赖。真的对，所以我们的那个沟通都是用赖沟通。那你下次传那个抱抱。抱抱，抱抱试试看，我要看会怎么样？天哪，我回去试看看。对，搞不好会有意料之外的效果。好，没关系，因为他现在早上都会发一些长辈图给我，那我下次就回他抱抱好了。可以试看看，试看看，我再翻拍给你看。好，对，我也来那个练习一下。没问题。好，互勉之。是，我们来听听许富凯演唱这首非常动人的歌《你讲的话》。自从你离开了后，只有梦中加好。你讲的话，你的形影，假想嘛无彩工。你我拢改变真多，最后迄段时间，心内一切无讲的话，拢写伫这首歌。这首歌又搁讲起过去甜蜜的心声，思念的日子，落雨的暗暝，你怎样拢无看见？你讲无缘的命，无缘的人，总爱分世担。我讲有缘的命，有缘的人才会做你的囝。你讲无情的命，无情的人，不如将阮放。我讲真情的命，真情的人，咱搁有后世人。自从你离开了后，只有梦中加好。你讲的话，你的形影，假想嘛无彩工。你我拢改变真多，最后迄段时间，心内一切无讲的话，拢写伫这首歌。这首歌又搁讲起过去甜蜜的心声，思念的日子，落雨的暗暝，你怎样拢无看见？你讲无缘的命，无缘的人，总爱分世担。我讲有缘的命，有缘的人才会做你的囝。你讲无情的命，无情的人，不如将阮放。我讲真情的命，真情的人，咱搁有后世人。你讲无缘的命，无缘的人，总爱分世担。我讲有缘的命，有缘的人才会做你的囝。你讲无情的命，无情的人，不如将阮放。我讲真心的命，真心的人，咱
真心的名，真心的人。